我至今都記得嗰晚嘅，唔係因為我贏咗幾多錢，而係我第一次意識到我腳下踩緊嘅唔係澳門嘅地面，而係一部巨大機器嘅傳送帶嚟嘅。嗰陣係2025年春天，我企喺外港碼頭，一場突如其來嘅暴雨啱啱駛過呢個城市，夜空係嗰種濃稠嘅墨色。航拍鏡頭如果由伶仃洋上面拉高，你會見到一幅奇異嘅景象嘅。喺一片漆黑嘅海面上面，幾座由霓虹燈同玻璃幕牆砌成嘅幾何體，好似變異咗嘅發光水霧咁，瘋狂咁閃住金色同紫紅色嘅光。佢哋唔似建築物，反而似喺填海造地上面野蠻生長嘅金屬腫瘤，無聲咁吞噬住周圍嘅一切。跟住鏡頭會猛然推進，穿過嗰陣厚重到隔絕晒所有外面噪音嘅玻璃門，進入一間 VIP 貴賓廳。世界瞬間安靜落嚟，剩低洗牌機嗰種規律到令人心慌嘅哇哇聲咋。燈光係暖黃色嘅，打喺張綠色呢種賭台上面，一隻蒼白嘅手，關節因為過分用力而微微發青，甚至震緊嘅。佢將一疊10萬蚊面額嘅灰色籌碼推咗去閒家嗰邊，動作好輕，但嗰疊塑料片嘅重量係嗰一刻竟然重過1000斤咯。喺人類所有嘅金融體系入面，澳門嘅貴賓廳大概係唯一一個徹底顛覆物理定律嘅地方嚟㗎。喺呢度，財富嘅計量單位被完全格式化。一張100蚊紙喺世俗世界入面，佢代表麵包、汽油、細路仔一節課，或者一個工人一日嘅汗水。但當佢被櫃台後面嘅工作人員換成嗰塊邊位鑲住 RFID 芯片嘅塑料圓片時，所有呢啲意義都俾人剝走晒啦。一個普通家庭要儲夠1000萬，可能需要3代人嘅時間，要一間工廠全力運作3年先得㗎。但喺新葡京或者永利皇宮樓上，喺恆溫22度嘅房入面，1000萬不過係10嚿灰色細過手掌嘅塑料片啫。大部分人覺得賭博係概率遊戲，但概率喺呢個世界上面係最唔值錢嘅嘢嚟㗎。大數定律係懸喺每個人頭頂嘅絞索嚟㗎。只要你喺張台前面坐得夠耐，條繩就會慢慢咁確定無疑咁收緊。真正將人嘅骨都嚼碎吞落肚嘅係呢度嘅牆啊！一個由空間、聲音、氧氣同心理學共同砌成嘅暴食牆嚟㗎。呢部機器由你踏出機場跨過拱北口岸嗰刻起，就已經無聲無息咁啟動咗條傳送帶啦。澳門係一座真正嘅不夜城㗎。呢句說話背後嘅意思比字面冷酷得多。佢意味住呢座城市嘅暴食系統係永遠唔會熄機嘅。無論你幾時心裏面冒出嗰個念頭，賭場嘅大門都會喺半秒之內向你敞開，甚至乎你諗都未諗，佢已經喺度主動勾引你啦。由遊客落飛機、落船嗰刻起，由佢哋踏入酒店大堂嗰刻起，佢哋腳下嘅動線都係精心設計過嘅。你幾乎冇辦法唔經過任何一間賭場就入到你間房。呢個唔單止係面積嘅堆砌，而係空間行為學上面嘅定點清除啊！巨大嘅中庭，兩邊係閃住誘人光芒嘅老虎機屏幕，屏幕上面金幣跌落嘅動畫永遠唔會停，嗰啲電子音效叮叮當當咁，好似某種催眠曲咁嘅。你甚至唔需要有賭性添，你只係一個普通觀光客，諗住穿過大廳去對面商場啫。但你隻耳會聽到某個角落傳嚟嘅歡呼聲，對眼會瞥到嗰啲屏幕上一串串滾動嘅數字，你會好奇咁擰轉頭望一眼，淨係一眼咋。而呢一眼往往就係理性防線嘅第一道裂縫嚟㗎。好多人就係咁行過去，想睇下呢班人玩緊啲乜嘢。結果呢，喺嗰種高度亢奮嘅氣流同視覺衝擊下面，雙腳就好似俾人釘咗喺地板上面咁，鬼使神差咁就拎咗個銀包出嚟啦。喺大廳入面，你總會聽到啲傳聞，話嗰啲贏咗少少錢就大嗌大叫嘅人係賭場嘅托兒，呢啲不過係吸引散客嘅伎倆啫。但係重點唔係呢度，重點係對於嗰啲根本冇諗過要賭嘅人，賭場到底用乜嘢方法令佢哋乖乖交出密碼呢？資本從來唔發傳單㗎。佢發嘅係另一種嘢，一張你攞到上手就會覺得唔用就蝕底嘅紙片，就係免費籌碼呀。你行出酒店門口就有工作人員遞張100蚊體驗券俾你，你拎住佢可以直接去櫃台換現金，規則容許㗎，睇落好似天上跌餡餅咁。但係現代博彩精算師一早將人性嘅弱點計到盡晒啦。呢100蚊港紙就係賭場用嚟釣嗰條叫做貪欲嘅大魚嘅餌料嚟嘅。當你手揸住呢疊唔使錢嘅籌碼，行喺密密麻麻煙霧彌漫嘅賭台之間，
睇住人哋一鋪贏走幾千蚊，你內心嘅天秤會瞬間傾斜。你會諗，橫掂唔係我啲錢，試下手氣啫，輸咗都冇所謂啦。啱啱就係呢個輸咗都冇所謂嘅念頭，成為咗你跌入深淵嘅第一級台階啊！你拎住免費籌碼坐喺賭台，博彩業界有句老話㗎，唔怕你贏，就怕你唔玩。呢句係血淋淋嘅財務真相嚟㗎。如果你上咗台玩幾鋪，免費籌碼輸清光，覺得冇癮，轉身就走，咁你算係逃過一劫啦。驚就驚你一上手就開始贏。當你見到台面啲塑料片越嚟越多，數字不斷翻滾，你腦入面深處嘅獎賞回路會瞬間激活㗎，嗰種感覺比任何酒精同藥物都來得猛烈呀。你會產生一種幻覺，覺得自己係被命運眷顧嗰個，或者覺得自己天生有賭運。你會唔記得嗰最初幾百蚊盈利喺統計學上面根本乜嘢都唔係，只不過係賭場為咗留你繼續坐喺台前支付嘅少少獲客成本咋。行內黑話叫放水啊！而當你試到甜頭，開始壓自己嘅真金白銀落去，真正嘅絞殺先至啱啱開始咋。你以為自己控制得到，心諗贏夠1萬就走，但係當你真係贏到1萬，你個腦已經俾多巴胺綁架咗噶啦，你會諗再贏多2萬就收手。嗰個收手嘅點會好似一個地平線咁，永遠都追唔到嘅。就算嗰啲自制力好強嘅人，免費籌碼輸晒之後拍拍籮柚走人，但佢喺賭台上面體驗過嗰種腎上腺素飆升嘅快感，呢粒種子已經種咗落去。到某一日佢喺現實生活遇到壓力或者覺得無聊嗰陣，嗰個念頭就會好似毒蛇咁轉出嚟，再去一次啦。今次我只玩固定數額。賭場唔在乎你今次贏定輸，佢在乎嘅係你已經變成咗佢嘅潛在用戶，一個隨時會再踏入捕食場嘅獵物呀。而為咗令你毫無障礙咁再次踏入，成個澳門嘅配套產業鏈都喺度為你提供緊便利嘅。你好難想象，為咗等你將褲袋入面啲錢留低，呢度嘅服務可以做到幾細緻。大賭場旗下嘅酒店提供包住宿、頂級餐飲嘅一條龍服務，有啲旅行社會安排價錢極低甚至免費嘅觀光團、包機票、包5星級酒店嘅。資本會幫你鏟平晒過嚟呢度嘅物理障礙，甚至令你覺得唔嚟就蝕底。對於帶嚟更大利潤嘅客戶，嗰啲喺賬面上有7位數以上流水嘅人，服務更加係去到極致嘅 hea 味嘅。豪車接送、聲色犬馬，只有你估唔到，冇佢哋做唔到。所有糖衣炮彈都餵到飽晒，喺你身心最舒服、防線最鬆懈嘅時候，將綠色賭台先會無聲無息咁推到你面前嘅。而喺成個生態入面，有一類人扮演住最冷酷嘅角色——中介人，俗稱疊碼仔。疊碼仔唔係賭場嘅正式員工，佢哋係超級客戶經理，佢哋負責由內地拉啲揸住現金嘅老闆或者投機者過嚟。佢哋賺錢嘅方式極度純粹，唔理你賭客喺台面贏定輸，佢只係按你嘅下注流水，由賭場度攞佣金，呢個叫馬良。一個能力勁嘅疊碼仔年入1000萬唔係新聞㗎。喺呢一行以前風光過嘅洗米華、紀曉波，底層都係疊碼仔出身㗎。只要你肯做，拉得到資金，你就出得到頭。但係呢行嘅本質亦都係最唔厚道嘅地方。用資深從業員嘅話講，呢行就係3更窮5更富，趁佢病攞佢命。佢哋好似烏蠅咁盯實嗰啲手揸公司流動資金嘅目標，用情感投資、虛假嘅面子氹你上牌着嘅。有個真實個案嘅一個做外貿嘅老闆，俾個相識多年嘅朋友以過澳門見幾個大客為由帶咗過嚟。嗰晚朋友安排咗最好嘅酒席，然後不經意咁提議去玩2鋪。一開始老闆贏咗30萬，朋友喺隔籬話手氣咁好，繼續啦。結果一晚之間，佢唔單止輸晒贏翻嚟嘅錢，仲將自己公司戶口用嚟入貨嘅200幾萬都輸埋。第二日朝早佢行出賭場時，外面陽光刺眼，佢成個人都係飄嘅。而佢嗰個朋友已經喺賭場度拎咗10幾萬馬良，正喺度計劃緊下一個目標啦。疊碼仔嘅世界入面冇同理心㗎。但即使係咁，都仲有大把自詡聰明、自律嘅人踎入去。呢個就要講到賭場本身嗰套令人防不勝防嘅高維空間設計學啦。當你真正跨入賭場核心區，你嘅感官系統就會接管你嘅理性嘅。首先，你見唔到一扇窗，亦都揾唔到1個鐘，目的只得一個，剝走你嘅時間感。冇日頭夜晚嘅暗示，冇時針轉動嘅壓力。
你個身會忘記外面世界嘅存在。你坐得耐，玩得耐，只要你留得夠耐，大數定律就會開始運作噶啦。其次，腳下踩嘅唔係冰冷地磚，而係經過特別加厚嘅高級地毯。行喺上面，你幾乎聽唔到自己嘅腳步聲。呢種柔軟觸感，加上空氣入面長年定時噴曬極淡嘅特定香薰，會迅速降低人對風險嘅警惕性嘅。一個令你覺得舒適、安全嘅環境，你嘅生物本能就會叫你留低。更加陰濕嘅係空氣，喺一個冇窗、人流極大嘅密封空間入面，人好快會因為缺氧而胸悶、頭昏，呢個會促使你離開。但係賭場用技術解決咗呢個財務漏洞。通過龐大嘅中央空調系統，佢哋定時向室內注入高純度嘅氧氣。高氧環境會令你精神亢奮，加速血液循環，忘記疲勞，忘記肚餓。再加埋24小時免費供應嘅濃咖啡，你嘅神經會被死死釘喺興奮嘅紅線上面，不知疲倦咁玩落去嘅。有人曾經喺入面連續留咗40個鐘，出嚟嗰陣形容富我，但佢自己完全唔覺。因為喺入面佢覺得自己先至過咗幾個鐘咋。仲有一點你好難留意到，賭場入面冇鏡噶，鏡係自我暗示還原嘅工具嚟，佢可以令你見到真實嘅自己，眼紅晒，面容扭曲，表情貪婪。呢啲真實嘅視覺反饋會瞬間擊碎賭徒心中嘅幻想。冇鏡你就見唔到自己成隻厲鬼咁嘅樣，你就無法喺嗰種失智狀態入面清醒過嚟噶。面對呢種諗到盡嘅科學設計，有些人會不屑一顧，話我意志堅定嘅，入去就係望下，唔會拎錢出嚟。但係資本從來唔使你口頭上認輸嘅，你每一個防禦機制喺精算師嘅方案庫入面都有對應嘅精準爆破手段，而最核心嘅爆破手段就收埋喺嗰個你自以為最公平嘅賭局規則入面嘅。唔好再信乜嘢賭場出千嗰啲地攤文學啦。喺現代正規賭場，人為出千係最高風險、最低收益嘅蠢事嚟嘅，因為莊家根本唔使出千，佢立於不敗之地嘅核心武器得2個啫，絕對嘅資金池優勢同規則裏面嗰個肉眼幾乎見唔到嘅微小優勢。我哋用最普遍嘅百家樂講啦，表面上你壓莊或壓閒，概率幾乎就係50對50，呢個令好多人產生一種錯覺，覺得呢場係公平嘅硬幣博弈。但就喺呢種公平嘅錯覺入面，精算師陷入咗一個致命補丁。如果開莊贏，賭場要抽起你下注額嘅5%，呢個叫抽水。以前澳門賭王何鴻燊曾經用最樸素嘅說話解釋過呢5個點有幾恐怖。佢話如果你有1萬蚊本金，每次下100，你運氣極好，保證自己喺40局入面唔輸唔贏。但因為每局莊贏要抽5蚊水錢，40局之後，你最初嘅1萬蚊已經比每次微不足道嘅5個點抽到乾乾淨淨，1毫子都冇剩。呢5個點喺世俗消費裏面睇落唔起眼，但係當佢乘上貴賓廳每日上億嘅流水嗰陣，就變成咗市場上面最恐怖嘅確定性收益㗎。為咗加速呢個抽水過程，賭場會設最低投注額，逼你將啲流水滾大。你仲未感受到運氣嘅波動，啲錢就已經喺頻繁嘅抽水入面化為烏有啦。10賭9輸，錯啦，係10賭10輸啊！因為你張銀行卡餘額係有上限嘅，而坐喺你對家嘅莊家背後係跨國金融財團，係接近無限嘅現金流儲備。一場有限資金對無限資金嘅戰爭，結局由第一局開始就已經寫定咗噶啦。嗰微小嘅5% 優勢喺無限資金池嘅加持下面，會好似一嚿巨大嘅海綿，緩慢但不可抗拒咁將你所有資產吸乾嘅。歷史上有冇人贏過呢部機器？有㗎。以前有北美嘅職業算牌團隊，憑住精密模型喺葡京贏咗上百萬。結果呢，賭場冇喺數學上面同佢哋鬥，保安直接請佢哋出去，黑名單全行共享，然後通過立法命令禁止職業算牌添。呢個揭示咗成個遊戲最底層嘅邏輯，規則係莊家定嘅，工具係莊家買嘅，連公平嘅解釋權都揸咗喺莊家手上面。你贏嘅每一分錢不過係賭場暫存喺你度嘅活廣告，用嚟吸引下一批自以為是天選之子嘅肥羊啫。嗰啲淨係諗住試下運氣，贏咗就走嘅人，最後冇一個例外，全部都變咗嗰塊綠色呢絨上面嘅常客，直到將最後一塊硬幣都輸埋為止。唔好再對自己嘅自制力心存幻想啦！嗰座金碧輝煌嘅城市就係一個用多巴胺同數學公式打造嘅現代捕獸夾嚟嘅。
一旦你俾佢咬住，憑你自己嘅力氣係掙唔脫㗎。我訪問過一個最後輸光幾百萬家產嘅人，佢坐喺公園長椅上面，同我講咗最後一句說話。佢話：我最後悔嘅唔係輸咗幾多錢，而係我明明贏到30萬嗰陣，心裏面已經有個聲講夠啦，走啦，但我冇聽。我望住隔籬嗰個一鋪壓50萬贏咗，我覺得我聰明過佢，我運氣好過佢。結果呢？最恐怖嘅唔係輸，而係當你輸清光，行出嗰間冇窗嘅房，見到外面正常嘅陽光嗰陣，你發現你連後悔嘅力氣都冇埋。人生唔賭就係贏，呢句唔係口號，係真理嚟㗎。永遠唔好踏出走向嗰張綠色賭枱嘅第一步，因為喺嗰部機器面前，你所謂嘅聰明、理性同自制力，都係佢食譜上面一早注明好最可口嘅佐料咋。當你企喺嗰個幻象嘅入口，選擇轉身離開嗰一刻，你就已經贏咗呢場根本唔存在嘅戰爭㗎喇。小賭不怡情，沉迷生慘案，唔賭先正係真嘅贏。歡迎關注戒賭公益頻道，益點點。我哋希望用賭博嘅個案警醒嗰啲正在參賭、立志戒賭或已成功戒賭嘅人。賭場冇朋友，淨係得輸家。賭海無邊，回頭是岸。